價錢有伏，京東618 iPhone 加蘋果產品優惠，人民幣計價成錯覺，有啲仲貴咗。中國內地其中一間最大嘅電商京東喺香港開旗艦店，佢哋今次 budget 好多，請咗好多 KOL 推廣佢哋賣嘅嘢，同埋力推618優惠，其實係好鬼平。京東香港一直用一招，令到大家以為佢哋賣嘅香港行貨好鬼平。呢一招就係用人民幣標價。雖然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明明賣香港行貨都要用人民幣計價，但係客觀效果就係想你覺得件貨好平。今次我用價格網狂推嘅 iPhone 加蘋果產品優惠做例子，同大家分析一下京東呢一次618蘋果產品優惠係唔係真係咁抵？京東最近有大量推廣，其中一個我最留意嘅係 iPhone 加蘋果嘅產品優惠，佢又未去到每一件 iPhone 產品都做大特價。主要有以下幾款，佢哋會用人民幣標價，例如 iPhone 17 256GB，其實特價得薰衣草呢一隻色賣5999，但係其實係人民幣。香港人除非你去淘寶或者係拼多多買國內嘢，否則寫明港行，你嘅第一印象會係港幣。雖然京東冇做假，冇違反商品說明條例，但係標價5999作為賣價，你好容易就以為係港幣5999。當你俾錢，佢就會同你轉翻做港幣，立即變成6350蚊，差價都成3嚿水。我當你心水清，心算快，咁其他嘅 Apple 產品又係唔係真係咁抵呢？我哋再同大家一齊分析下 iPhone 17 256GB 對比數碼通網店公開價6599，京東價折後大約係6350蚊，所以的確係比數碼通網店平咗249。暫時睇公開零售價，京東屬於市場最低水平之一，不過差距其實唔算誇張。再睇下 iPad Air 11寸 M4 128GB WiFi 版本，數碼通網店公開售價4449，京東折算之後大約係4334蚊，比數碼通平咗115蚊。如果豐澤、百老匯、衛信冇特別嘅信用卡優惠，京東幾大機會會係較低價，但係平幅唔算大。MacBook Air 13寸 M4 16GB 加256GB，京東折算之後大約係6951蚊。而家最新嘅 MacBook Air 版本係用 M5 CPU， 所以大家一定要睇真啲。當然，如果你唔介意用舊版本，咁係冇問題嘅。Apple Watch Ultra 3，數碼通公開售價5899，京東折算之後係6708蚊，所以京東唔係最平，反而數碼通比佢平809蚊。AirPods 4 ANC 京東售價係1285，香港正常街價大約係1399左右，所以京東略平，但係優勢唔算大。遇到信用卡優惠，甚至乎可能會比香港追平。Apple TV 4K 128GB Ethernet 京東售價1470蚊，香港 Apple 官方同埋大型嘅連鎖一般都係1499，所以京東只係平咗幾十蚊，並冇明顯嘅優勢。所以大家喺京東買嘢記得價格優先，佢哋都未必係最超值最平嘅。